在云南的圣诞老人村是圣诞节正受欢迎的景点。今年多数平台推出免费体验的活动，邀请一个伙仔死的人会当免费去住圣诞老人家庭房，还会当换特殊的服装，去到经历圣诞节大家喜欢的批。离耶诞节愈来愈晚，芬兰罗湾尼米镇的耶诞老人村充满着岁末节庆的欢乐气氛。北极圈掠是临海低温，也挡不了游客热情。每年来耶诞村的游客有几多百万人。今年耶诞老人村有一项免费的体验行程，就是伫耶诞老人的厝内面连续带3晚，一个人穿精灵衫，到3工处理来自全世界各地寄予耶诞老人的喜欢批。其实这是大数平台 Airbnb 加芬兰牧业观光部门合作伫咧设的观光行程，免费招待一个伙仔死人的家庭游客，连续3晚真大。家庭房内面的装潢，规拢是节庆的气氛，敢若是入去动画故事同款。耶诞老人邮局也安排精灵指导邮务工作，训练好了，游客会当穿精灵衫，到3工分配甲转囡仔，体验精灵邮差的工作。罗尼米镇的耶诞老人邮局每年拢会收到几60万件来自全球各地喜欢的批。耶诞节期间，一天甚至会当收到3万张。这项行程正巧妙结合耶诞仪式加旅游行程，建造出正特别的自由旅地方。这边活动只甲提供一个家庭的名额，自10月开始预定，第一个登记的人会当免费享受。Airbnb 伫这份送出几多项主题旅游的大数行程，包括伫加州的史酷比动画20周年纪念的怀旧面包车，也有伫咧圣诞节期间所设的麻州女巫小镇3人的女巫夜访港电影鬼厝大房，也有配合歌剧卖型最后演出的期限，提供巴黎国境线包厢改装的房间。这款强调体验主题的行程，伫咧 Airbnb 官网一上架开始卖就随互人订了。英国邓斯特布尔惠普斯奈德动物园伫咧狐獴的展示区采耶诞戏玩坡的批筒，也佮甲饲料藏伫咧下骹。这款狐獴不时拢会去晓，保育员是讲狐獴的个性真好奇，看到这个批筒会一直伫边仔扫，并且找出内面食的物件。拄好耶诞节的期间，这也变做正热门的拍卡的地点。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